路边迄款业红仔的店是真侪民众消遣娱乐的所在。不过因为3级警戒禁止营业，有业者就表示讲，全国有9000多间业红仔的店，据无6万人是靠这咧食清，已经真侪人拢咧要自赞袂掉啊！希望政府会当小可放入防疫规定。因为疫情封起来，袂当出入的业红仔店，内底一台来开关弄失掉。业者讲，即马无收入，搁要纳厝税，营业税甲5、6税搁对咧来，真正经袂掉。我们的税金，这个都是每个月都要缴的娱乐税，而且对我们非常不公平的东西，我们还要再缴营业税。我们台湾有哪个产业来讲的话，是每个月要去缴2种税金的？受疫情影响，业红仔店甲真侪行业拢禁止营业。自动贩卖商业同业工会表示，希望政府会当小可解封，在安全的范围之下，会当互这个产业一丝仔空间。我们希望在营业的内容里面的人，这一个消费者不超过5人以上做营业的管理。业者指出，政府的补助目前是用负责人来算，但是实际上有的人手头的店面唔拿一间，这款补助的方式实在帮助有限。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考虑甲协助，互因的产业在目前疫情这种情况之下，符合防疫，阁会当来经营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